大家好，在上次的课程中呢，我们学习到了许多洽公前后常常使用的通用公务客语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了解在业务办理流程中的常见用语，让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好，第一句呢是大家可能最需要先学到的哈。当你在接触客语的时候，当你遇到一开始就跟你讲很多客家话的民众，那这时候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好，第一招教你的就是快 say 俺要讲好吧。抱歉，我不会说客家话。快 say 俺要讲好吧。抱歉，我不会说客家话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赶快呢，请对方等一下，然后赶快跑去找会讲客语的同事呢前来帮忙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句子太长了，那我教你一个简单的版本。谈唔识就是听不懂的意思。好，这时候一样，赶快去找你会讲客家话的同事呢前来帮忙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如果我们遇到民众走进来要办公的时候呢，要接洽业务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引导民众去抽号码牌。那这个请抽号码牌，这个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呛楚后麻，呛楚后麻。这个呛楚后麻就代表了请抽号码。好，这时候可以先学起来哦。呛楚后麻，这是很基本，然后很简单的一句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如果我们在业务上呢需要跟民众收取费用的时候呢，好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我要跟您收200元。那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俺要同数200元，俺要同数200元。好，这句话可以学起来。重点是什么？俺要同数多少元？俺要同数一个数字元。好，这也是可以学起来的常用句型。好，沙哈了哈，还有一句哦，很多民众在办理一些相关的手续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要请民众在这个文件上呢签个名或盖章，表示是他亲签的，或他的经过他本人同意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拜托提亚比签名也是正音呢。拜托您在这里签名或盖章。好，这句话很难哦，我再说一次哦。拜托提亚比签名也是正音呢。好，很难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觉得很难，那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式，你直接指着表格要签名的地方呢，你可以跟民众说签名哦，这样可能客家人呢就会知道说哦，这个表格里面呢需要签名。好，注意，现在呢很多时候呢，可能民众来报户口的时候，或者是谈到子女继承的话题的时候呢，也许他们就会觉得哦，男生女生不一样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尝试跟民众说，现在男女是平等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提到男生女生都相同。那这句客家话怎么说呢？谁来耶？谁莫耶？赌熊兔。谁来耶？谁莫耶？赌熊兔。好，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。好，以上呢是我们通用客语的课程内容，希望大家都学习到了。大家要记得，常常的练习，自然就能脱口而出，而且朗朗上口哦。